一句吧，坐下。坐下。恐怕老爷。哈哈，妙！手上有吕大五子，四位是夫人，外有2位千金小姐。你们都是刘庄的主人啊，下官理当敬酒一杯。上。要喝万大杯。万大杯可以，你们不许错人大嘴啊！哎呀，怕什么？我会带你喝的。滚！恐怕老爷，滚！滚！恐怕老爷，滚！哎呀！不说，再来。好了，我管把下风了。真是，把他讲个笑话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可从来没说过笑话呀。我说呀，把他别个媳妇吧。别媳妇好。老爷，别个媳妇给我们看看。哎呀，你呀，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女女。哦，女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倩倩。倩倩，把你蓝包的耳水借我一用啊！哎，喏。这里。哎呀，你玩玩耳嘴嘛？当然没有了。哎呀，没有了。你这个变回来嘛？变回来？亲我这里。倩倩，你上当了，儿子被美鸡鸡骗去了啊！没有呀，你们往我身上插好了。那好，请诸位美人儿拜人一杯，下官明镜高悬，宁出去好，定能找到倩倩的儿子藏在哪一位身上。好，大家快才好歹。哎呀，婆婆老爷，来吧，来呀。有啊，深深难得，几回醉，红掌作戏。倩倩的儿子呀？不是，我没有。不，
这是什么？嗯？哎呀，你快点，晚上我的两嘴，哎呀，怎么的？你头发这么点稀饭，怎么就这么地上了？我的同伴老爷，你在捉弄我的儿媳，你给不给发呀？啊，你要问我什么呀？把小夫人唱一个曲子。好，杯酒当歌，声声酒啊！来，大家来。哎，老爷，我唱什么呀？唱些违章，不是慢吧？啊，好。李总，大夫人，那些不要的小四丫头总共多少？总共12名，都退回给他们原来的主人了。请。现在在楼下，你们几个人了？我们听从大夫人吩咐。我们听从大夫人吩咐。好。父亲，孟真的考试文章不错啊，请父亲指教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精通论语，需不备用功啊！哎，孩儿今日父亲教诲。父亲，母亲良，自出此就地地想为你造不义大子。
得且为王言妻子，莫生事不可见外再生子。父亲已经出事了。什么？刘姑娘捏上真相掌握，因此无比。啊！父亲，这就是刘姑娘的孩子。他母子一来求杀后退，果然是引人转绕。圣朝。当堂起风开枪。是。这些乡中贼吧，可是你们死在后门，暗通关节，讨好送礼，大胆淫秽的吗？啊！你看这是哪里来的？讲啊！启禀大人，贵妇女官家刘姑娘，大家一向熟悉。于是她说起萧夫人生日到了，我们送礼出于正经之心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！因为会买通关节之意嘛。没有这个意思嘛？没有这个意思啦。啊！望大人明察，送礼也不行。啊！本官多次对送礼行贿者当面凶斥，你们啊，不该明知故问啊！下次不可啊！是。刘娘，哎，抬起头来，都大胆刘娘，尽管瞒着本官，今日收礼，明日拿回，藏了这许多金银财宝，还不与我老子交代？我老三我交代。开始有人向萧夫人送礼，萧夫人说要不要告诉老爷，我说算了，门上不门下，一切由老身担待。后来送礼的越来越多，是我渐渐眼开财迷心窍。问人家说起了萧夫人的生日礼物，不但瞒过了你老爷，还瞒过了萧夫人了。什么？你连他也瞒过了？哎，可是实话，句句不假。你可知罪？老身有罪。既知有罪，为何逃罪？老爷，大夫人把我关进柴房，我把他用往到萧夫人头上，觉得我只好逃罪了。为何你今天又上堂了？萧夫人劝我来投案自首，只要老实交代，老爷是不会冤枉好人的，是我自作自受，绝不劝你别人。刘姑娘，命你府内管家，理当忠心事主，怎可忘恩为你，做出不端的事来啊！哎呀，我对不起老爷，我对不起萧夫人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不许讲！本官念你老实称罪，国法可免，家法难允，府中不能留你了。青莲茶水你不准，只下脸庞，小人宽恕礼，青天财阀冲锋用血命坚，真勇机灵年纪寒。大声进我捅破了呀！功成灭命！哎呀，功成灭命！功成灭命啊！大老爷，哎呀，才将刘娘捉出府门。是，快到！哎，好！来，这，快去！这，
父亲秉公办案，马上人人而结了。真是这样吗？是啊，母亲知道也会放心了。父亲今天有时间，可以与母亲相会了。为吾在花厅等我。好，我去请母亲。孟真啊，书房在那边，你走错路了。没错，母亲不在书房，在厨房。哎。可叹我累了想想眼泪珠，奔走了红尘牡丹富贵途，见不想堂堂同款杭州府，哪要你小家子气官场府。来人，来了，拜见老爷。耶，这年轻人长得都到哪里去了？回禀老爷，大夫人说不要节压，神要警戒，就留下我们4个，其余的老夫送来为大夫去了。老爷，请茶。老爷，大夫人真是大言大德啊！她一来，府里的风气变了，再也没有那种抽头居多的乌烟瘴气的事了。老爷，大夫人亲自带队操劳家务，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你看，这听到就像老爷刚来的时候一样。老爷，大夫人还请我缝补衣裳呢。老爷，吕姑娘动不动就打我，大夫人对我可好了。是啊，老爷，大夫人好了，你们有完没有完？去。是。母亲，你醒醒，母亲快你来了。才来作远程，乃得妻儿一同饮，只要我亲征改名声誉好，上司那位不提升，归堂拾得升官衔，将错宝马接夫人。
那年夫妻总相偎，保证我生不离别，别不离身。娘子保重，被人告辞了。要听母亲话啊！知道了。走吧。路上保重。回去吧。娘子，我是夫人。老爷，我真的委屈了。哪有这样的事？哪有这样的事？夫人啊，下官公忙了，过于疲劳，不知不觉在这里睡着了。哎，来，夫人啊，请随下官一杯。妾身万里。快走！穆正儿啊，你也收下。哎，走。夫人啊，当年辞别与家长，千官吊人马里忙，8年分离后成王，喜得妻儿同道我的儿考上秀才为帮手，难为他文笔流畅字端章，方知成龙不放松，妻儿来到我身旁，身绕须把名字放，到将来飞黄腾达有希望。老爷这份关切儿郎，对不对？身尊燕交才高堂。当然应该，当然应该啊！要保持李家前途好风尚，花厅上生娃之分，一本宽广。下官已经看到了，夫人何不事先问我一声啊？当初家中之事，你就为妻做主，怎么此今老爷也为妻做主错了？不，夫人没有错。
夫人没有错。请老爷夫人用餐去。李总，本府将酒宴摆到花厅上来。老爷，我们三个人家常便饭，就到小饭厅去吃吧。好吧，请。请。老爷，名菜来了。什么？松烧鱼干。前天松烧来了，夫人向他约的烹调，请老爷品尝。这是宋少以前摆摊儿卖的鱼缸，这是30文钱一碗嘛。老爷，你当年吃的松烧鱼羹不就是这个吗？怎么现在叫不起了？口味变了吗？不，下官我还是喜欢吃的。那就请老爷用餐。夫人请容。母珍啊，坐下吃饭。不错，不错。有老夫人亲手做的饭菜啊。不用客气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呀，你就多吃一点。好。吃了饭到四房喝茶叙话。好。夫人啊，关于什么话要说吗？老爷，我与你彼此容易见自难，诉不尽城中心事气波澜。今复来好话十次宣真言，金碧华堂开门单，一个是云多山满，剧中多风福中兰，历史家风难用成，爱情芝麻要擦盘，擦擦掌门莫相会，相约来来无恙。胆大光辉，胜利社会，威风吹来门不关。数天来，雨心匆匆难看水，只恐他传报江西不能难。夫人，你放心，下官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夫人，昨醉姑娘只因外，再话匆匆有情淡，灵隐镜子当宽，下官这把从此散。
是谁做生日随便谁婚？对姑娘，这是一个公安论而已。你误会了。下官那些美事女，文人不为啥麻烦？姑娘有罪他无罪，判案一定不虚犯。陪你治了家生完，草草了案太简单。老爷这不决心给小子一万难藏难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老爷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曲英，你对我不应该勉力长征，话中有话。伟大，你对我不应该讳疾忌医，隐瞒真相。我身为四品罪官，那股小气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一刀偏扎把柄，名为真正家风，实为争风吃醋。老队，老队，老队，快去吩咐猛公为老爷备酒。老爷，你说什么？快去吩咐猛公为老爷备酒。啊，老爷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吩咐猛公是老爷要用酒，听清楚了吗？哦，听清楚了，听清楚了。吩咐门公，老爷要睡觉。你这个老糊涂！老爷，你不要走。老爷，大夫人叫你。这句话你倒是听清楚了啊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大夫人说话就清楚，老爷说话就糊涂嘛。你这个老糊涂！老爷，生我的气了。啊？美玉，美玉，美玉，夫妻分别8年，今日重逢，免得不愉快。我们不提李姑娘的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有为妻总是一礼。夫人，下官也有一礼。我不能赢，他能赢。要对他有耐心，我怕他不耐心。回答。这小小园林倒也十分精致啊！江儿园林妙得确实有致啊！平台花木小园林，深故乡月月匆匆四三
不忙不停。那一年金榜题名的容易，我家为官北路远，心不平。到后来弟弟见你恩赐心，家训你十村为官越亲密。多年之里渡江沿，借名借故遭在定，恩师在于家乡邻，生了杭州城我心啊。是吗？秋英啊，看来我的光荣不错。如今恩师出任江南宣武使，不久就要到杭州来了。哦，太好了！以前你恩师在欣赏时，他很高兴换到你身上佩戴的东西。佩戴？我佩戴什么呀？就是分别那天，为妻见你系在腰带上的白牛鞭。哦，对，是有一个白牛鞭，上面刻着恩师祝福你的4句真言。是啊，是有4句真言。那4句真言，你还记得吗？乃是圣人所教：傲不可张，悦不可纵，知不可瞒，乐不可泄。对，那时候恩师说你在四川观泽水乡，谦虚谨分，清心寡欲，廉洁简朴，真正做到以事正事理，神不离弊，弊不离神啊！老爷，跪道。那个白牛鞭，你还带在身上吗？啊！哎呀，我把它放到哪里去啊？啊！要是对了，为妻，请你找回来好吗？好，那当然好了。老爷，小小牛逼激动无从，要找回前头里子好家风，从来是遇见实很容易，遇事凡间不轻松，许怪我今得福来快应动，并
老先锋，莫叫牛逼无言声。但愿你一生清堂，天光中。听秋音，雨中心肠诉情衷。真是我为难，何去何从？老爷，总算我举棋不定，心要痛。要珍惜夫妻父子从相逢。秋英，老爷，大夫人，小鸡小鸭买回来了。哎呀，喏，可以养到竹林子那边去啊。好好，那我们去啊。老爷，过几天我叫吕总去买个直播机来，好吗？嗯，好啊，好啊。这是你以前写的文章诗稿，我把它装订好了。很有保利价值。这是3年前为你缝的2套短衫裤，还是带来了，穿不穿与你。3年前，下官本想把你们母子接到杭州来的，可你去小妾，改变主意了。实来惭愧呀！到馆来饮酒，只不过是官场应酬，下官私心酒量不错，可那天晚上我还是醉倒了。我怀疑呀，是刘娘在酒里放了药。结果嘛，莫以成舟。是刘大胡子出钱，我把每一份取进府来，每次写家书，我总没有勇气告诉你呀。每年寄2百两养家银子，不给你摆一桌酒席呢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现在你来了，今后什么也瞒不了你了。你说得对，有钱实适宜，有时翻钱难呐。哎，惭愧呀！哎，
下官这几年啊，渐渐转软了煞风，见得有愧，忘了恩师师真之间了。哎，这是你真心话。不假，今后万请夫人多多也是下官。哎，你现在是堂堂罪官，哪里为首为妻官守？你不信啊？从今天晚上起，我在家中一句不应。当真一句不应？哎呀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老爷，老爷，启禀通婆老爷，定都监派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啊。知道了，你走吧。是。老爷，出了什么事？夫人有所不知，下官修着黑道，本来以工代赈，多用乡民出来，可那定都监包揽工人，自毁不下，一借千名外人强迫牢狱。可是工地太大，光完不年，这年他从楼上黑道倒台。两名大盗趁机倒脱，专门杀人抢劫，连伤7名。那刘璋一旦十分危险啊！此方责任重大，看来下官不得不去了。什么时候去？我和吕姨快马加鞭，现在就去，与你陪马。有事吗？老爷，部族讲到，乃是定都监的责任，害人地方上的责任。老爷，何必现在就去？哎呀，可那吕庄危险！吕庄危险，与老爷何关呢？生命关天，真是没想过啊！老爷啊，老爷，你我分别8年，今日才得相见。你怎能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呢？夫人啊，下官快马加鞭，当夜回来好吗？你真能当夜回来吗？嗨，当夜回来还不容易吗？可你喝了酒，就回不来了。哎呀，我说过一句不应了。老爷。相为话不得几声无情，我只能你来承受心不悔，你曾曾见得迂回愿归给，我以为夫妻从此不分开，可是你来得艰难，去得快，立马心愿难关为，却因我自语一心，希望在
得太严重了。我发誓，此去滴酒不饮，当夜一定回来。我真不想让你走。哎呀，秋英，你是女中丈夫，今天怎么婆婆妈妈了？我走了，走。哎，李毅，夫人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你知道是谁来在旅长报仇吗？哦，是梅艳芬。哎呀，我的好老爷，别生气嘛！你们胡闹！什么杀人、抢劫、敛伤窃名，都是假的。倒他两个晚上是真的吗？呸！他来大闹杀人王，快马加鞭到刘庄，一场虚惊人为险。听不见光报军营太荒唐。擦天擦地起风浪，我的娘，谁苦谁难关在房，害得他无里无路做车夫，害得我后边也拉在来装，他只怕同官府不在，所以我他只怕他夫人威风是虎狼，他只怕官落时光不在，怕只怕路来江花抛一旁，老爷不为心难放，我与你不是不曾不曾双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死了，不要死了！老爷，你怎么不替我想一想？我委屈不到一天，你就胆大狂为，不择手段，难道要我悬在你的身上不成？我告诉你，武曲英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吕蒙正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你光想要我跟他们断亲之义，岂有此理！好啦好啦，老爷一路上辛苦了，来喝杯酒消消气。我把要喝的要喝的，我拿酒去啊。
进我城来了。是。快点，吃了饭，今夜我就要回去。我不许你回去。你管得着吗？你呀，老爷有难事，他是要回去，就让他回去呗啊！老爷，我在公堂之上扮演的角色还可以吗？你们给我添的麻烦也够多的了。真对不起老爷，有句话老身不管事。什么？要是大夫人不来，我们好好的，什么麻烦也没有。我死了，来，老爷喝2小杯怎么样？对，少喝点，解解闷气。老爷，该回府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找老爷，老爷不用你手，老爷已经把你逐出府门，你来做什么？这里是旅长，老娘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，你叫我走开。你吵吵闹闹做什么呀？老爷，该回府